時光喺陪伴中沉澱溫暖，喺守護中收穫成長。2025年，祈福護老公寓以行業標杆姿態，寫下咗收穫同成長。呢一年，祈福護老公寓以卓越嘅服務同創新嘅醫養結合模式，榮獲廣東省5星級養老機構稱號。同時被納入香港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，為香港長者北上養老鋪就咗一條安心通道。超過50份申請遞交，30餘位長者喺度安居，令灣區養老成為觸手可及嘅現實。作為長戶險定點機構，我哋成功協助46位長者完成長期護理保險申請，累積獲得超35萬蚊基金支持，為好多家庭減輕咗經濟壓力。呢一年，我哋持續打造醫養康一體化守護體系，依靠祈福醫院優質醫療資源，累計開展專科醫生查訪超過6000人次，定期組織多學科聯合義診以及長者個案研討會，為長者築起堅實嘅健康保障。全年完成陪診服務超過1600小時，有效減輕咗家屬嘅負擔。由物理治療師制定個人康復計劃，帶領長者完成康復訓練超過8000次，助力長者提升機體功能，延緩機能衰退。隨着2期盛大開業，我哋迎來咗更加多樣化嘅訪型式老化設計再次升級，全面滿足長者多元嘅居住需求，更加寬闊舒適嘅公共活動空間，激發長者嘅娛樂活力，營造老有所樂嘅享老氛圍。喺空間升級嘅同時，我哋始終將安全保障放喺核心位置，通過定期開展安全培訓同常態化演練，全力為長者營造安心舒適嘅居住環境。呢一年，院內嘅老年大學正式成立，合唱、國畫、舞蹈等音樂藝術課程深受長者喜愛，引發長者嘅學習熱潮。全年超百場文化活動接連上演，從節慶歡聚到日常文娛活動，豐富多樣，笑聲不斷，令長者的每一天都閃耀住歡樂嘅光彩。針對認知症長者，開展超過90場認知訓練活動，通過非藥物干預方式，有效鍛鍊認知能力，守護每一位長者嘅記憶。不斷壯大嘅志願者團隊，以青春嘅活力，為長者生活注入更多溫暖同陪伴。祈福護老公寓成為多間學校嘅實踐活動基地，敬老愛老精神喺呢度傳承。呢一年，我哋積極亮相行業多個展會，醫養結合模式吸引咗好多長者諮詢參與，同組織多場行業研討會及諮詢會，分享行業動態同經驗，同金融、教育、物業等多領域達成戰略合作，持續優化服務體系同運營模式，同時接待咗上百次港澳團體參觀，並開展大灣區養老試住體驗，令更多香港長者親身感受北上養老。祈福護老公寓成為咗越嚟越多長者理想中嘅安心歸宿。我哋收到咗好多嚟自長者同家屬嘅感謝，每一份認可，既係對護理團隊專業嘅肯定，更係激勵我哋不斷提升服務質量嘅動力。感恩每位長者嘅信任，每位家屬嘅託付，以及社會各界嘅認可同團隊伙伴嘅堅守。2026年，祈福護老公寓將繼續以專業同溫暖陪你共赴美好嘅下一年。